BCT 新聞2026年2月份 ，BCT 公布 Accumon 強積金綜合基金指數加通脹指數1月份數據。數據睇到2026年年初 MPF 表現勢如破竹。BCT 翻查成員單月基金轉換次數嘅數據，發現2026年1月整體 BCT 成員轉換基金次數較2025年12月增加約40%，而同2025年1月相比更加高出近60%。呢個情況反映香港人喺新一年更加積極部署自己嘅退休投資。BCT 亦都借呢個機會提醒成員，即使暫時未有打算轉換基金組合，仍然建議成員至少每半年檢視一次投資組合，並且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同埋市場走勢決定係咪作出調整。另外，財政司司長喺2月25號公布咗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 ，BCT 亦都首度就此回應，表示將會全力配合積金局推行強積金全自由行嘅改革，亦都會積極協助僱主同成員更加了解全自由行嘅運作同對佢哋帶嚟嘅影響。BCT 表示會繼續支持政府堅守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嘅核心定位，並且持續完善佢嘅制度同埋穩健發展。